尘双侠收拾不了你，老天爷也一定会收拾你。你们吃斋修行，不是1天2天了，还不一样落在了我的手里，还信老天？狗贼，既然落到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随便来吧。你们都是朝廷的钦犯，自然要受到制裁。这风尘双侠作恶多端这么多年，搞得本官我是寝食难安啊！叶千户，你将他们绳之于法，那真是为9000岁立了大功一件。说，师太呀，这又何必呢？你还是从实招了吧？啊！你这个畜生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干脆来道利索的吧。你想要利索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马上就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你想干嘛？我宁愿咬舌自尽，也不会让你糟蹋我的清白。嗯，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来人，在！把他带回我的房间去，好好的享受享受。是，够了。我自会向义父交代。叶红影，你怎么可以把重要人犯给我杀了？你简直是无视9000岁的旨意呀！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不许伤害我红影哥哥！你都给我住手！义父，叔叔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孩儿请义父赐罪。骑兵9000岁，卑职刑讯犯人，全凭9000岁授意。可是叶红影未经许可，就这么把犯人给杀了，他简直是目无尊上，是您的旨意于无物啊！你血口喷人！锦衣卫是朝廷王师，你竟要你手下毁人清白，如此行径简直义无禽兽！哎，我审的是朝廷钦犯呐，你骂我是禽兽，那你不是骂朝廷，在辱骂9000岁吗？你胡说八道！叔叔，您别错怪了红影哥哥，他这么做是怕玷污了锦衣卫正义之师的威名。哎，9000岁，这可是您的意思呀？我说的句句属实，就算这些朝廷钦犯罪该万死，也应该一刀了结，用不着这么折磨他们。你这么对他们，分明是想陷害我叔叔背负不义之名。我之所以如此用情，是为了问清楚他们来无锡见的是谁。你怎么能？够了！俗话说得好，家和万事兴。沈继营、锦衣卫都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是一家人。你们这样在我面前吵吵嚷嚷的，成何体统？9000岁，这叶红影狂妄嚣张，魏姑娘又这么蛮横无理，卑职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家和万事兴。怎么，本座的话管不住你们了吗？哎呀，可是我……卑职遵命。不过，这话又说回来了。虽然红影这次立了大功，但也不应该如此妄作妄为、傲慢无礼呀。你的眼里
还有我这个义父啊。孩儿知错了。叔叔，红影哥哥绝无半点背逆之心，他一定是觉得这逆贼也是人，不该如此残忍待之，所以才给他们个痛快。你不用替他说好话。红阳，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念你今日有功的份上，本座就不予追究了。但是，不可以再有下一次，明白吗？孩儿明白。本座向来赏罚分明，待铲平东林党反贼之后，回到京城，本座必奏请皇上，为你加官进爵。谢义父。卑职尚有一事不明，想要请教叶千户。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禀报9千岁，据守城官兵禀报，事发当时，叶千户似乎早已经知道两个人是乔装改扮，于是一举把他们拿下。所以卑职猜想，叶千户也应该知道他们俩是从何处而来吧。如真所言有理。红影啊，你是不是真的知道那些反贼藏匿的踪迹啊？义父，我……红影，难道你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叔叔，红影哥哥绝不敢对您有半点欺瞒之心。他之所以能够洞察先机，是因为一早派出了探子，一路打探，并洞察逆贼的一举一动。哦，那既然如此，叶千户派出的探子也应该跟您禀报，他们两个都去过什么地方吧？潘如真，你别为难我红影哥哥。哎呀，我不是为难，我是真弄不清楚呀。9千岁，这事儿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啊！放肆！袁崇焕已经派人南下，你们不去专心对付那帮反贼，就知道内讧，这成何体统？全都给我退下！是，叔叔。我杨冬青对天发誓，一定会为你们报此血海深仇。你想要替他们报仇，恐怕不是这么容易。你想想，这汉天道长还有玄禅师太，他们在江湖上也算是闯出了名号的人物，能这么轻易的着了道，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哪怕这凶手是3头6臂，我杨冬青也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话是可以这么说，就怕真的找到了凶手，要你真的把心这么一横，那可就难上加难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知道凶手是谁？凶手是谁，我不敢肯定，但是风尘双侠的武功绝对在你我之上，所以我想，凶手很有可能就是他。是谁？这还用问吗？这人跟你青梅竹马，你早就认识了。叶红影。如果，我说的是如果风尘双侠真的是死在他的手里，你真能狠得下心来报仇？我会的。如果叶红影真的丧尽天良，我杨冬青对天发誓，一定会为他们报仇的。
哎，小帅，你看我给你拿一什么好东西？哎，万花筒，看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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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做的没错啊，你怎么又哭了？怎么又哭了？爷爷以前就给我做过万花筒，我一看到万花筒，就想爷爷。那不要了，我踩了它，我踩它，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哎，对了，我刚学了一套虎形拳，华姨教给我的，我打给你看看，看看，走，看看去，走。哈，呀，哈，怎么还哭啊？是不是被我这套拳法震撼了？哎呦，怎么哭得更厉害了？胖不是你的错，但是出来吓唬人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刚才打得挺好的，多逍遥啊！虎形，咔！你像一头逍遥的猪。真没眼光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招，我给你找个石头去啊。英雄哥哥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呀你？英雄哥哥，马尚飞说你是坏蛋，我不相信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就别杀马尚飞了。我爹娘死得早，爷爷也被坏蛋给杀了，就剩我和他无依无靠了。英雄哥哥，你就别杀他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多可怜啊！我知道你喜欢我，那就算是爱屋及乌吧。你就别杀他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哎，小帅，孩子，不求人啊！我现在学功夫了，正好今天我也比划比划。嘿呀，哎，怎么了呢？马尚飞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一血骨子，哎呀，活起来！哎呀，这小子下手挺重啊，热身了啊！我刚才没活动开，来，我还会垫穴的，我来吧，来，哈，嘿，哈，嘿，哎，是不是被我点中了？没反应了，哈哈哈！我呀，咦呦！我不是来找你们的。那就好，那你来找谁？我知道他来找谁，他是来找死的。嘿，我不想上任，别逼我。是谁逼谁呀？你这条魏忠贤的走狗，都跑到这儿来了，是我逼你还是你逼我？阿姨，狗贼！有我在，休想伤到我师傅一根汗毛。师傅，我上吗？去，就你那三脚猫功夫，少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赶紧带人院走吧。我不走。英雄哥哥，你别伤害花姨，你救过我，我们是朋友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没有朋友。他当然没有朋友，因为他是个冷血的魔头。冬晴，叶红影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门你偏要闯，看招！放开花姨！不要逼我。要杀花姨，先杀了我。我说过，我不想伤害你们。你亲口答应过我，绝不会再踏进醉月楼一步。难道我信错你了吗？我来是有事情要告诉你。卖玉佩了，姑娘随便看看吧。真漂亮，要是戴在红影哥哥身上肯定好看。老板，这玉佩多少钱？10两银子。我要了。啊，好。给。啊，好，给你。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，红影哥哥。醉月楼，
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物归原主。看样子你已经清楚了。没错，风尘双侠是我救走的。你今天把我叫到这里，不会是想要把我当成反贼，抓回去邀功吧？我真想抓你回去邀功，又何必将玉镯归还于你？我不信你带我来这儿，只为了把玉镯还给我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不是也有话要问我吗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当着神佛的面告诉我，风尘双侠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是我杀的。犯上作乱，危害朝廷，他们死有余辜。死有余辜的人是你，不是他们。住口！这些人危祸天下，我替百姓除害，替天行道。那你告诉我，风尘双侠是如何危害苍生的？3年前，苍中瘟疫，老百姓死伤无数，朝廷不闻不问。是谁慷慨解囊，买了大批药材救治百姓？是风尘双侠。去年，西北诸军叛乱，土匪趁火打劫，老百姓颠沛流离，水深火热。朝廷派人镇压了吗？没有。是谁挺身而出，拯救百姓，斩杀叛军的？还是风尘双侠？你能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乱天下吗？你杀了他们，就不怕遭到天下人的痛骂吗？我只知道，与朝廷作对，与皇上作对，就是大逆不道。我杀了他们，是为皇上尽忠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执迷不悟的人是你。我曾亲口在双侠陵前发过誓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，以记他们的忠灵。你杀不了我的，而且你们迟早都会引起官府的怀疑。我保得了你一时，保不了你一世。我劝你还是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让你走就走，别问为什么。我不相信你会真的关心我，你居然也会关心我们黎民百姓的死活。你说的对，除了你之外，别人的死活的确与我无关。你好自为之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替风尘双侠报仇的。那你也听好了，再与反贼为伍，我绝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我们的重逢，为什么竟是兵戎相见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多么希望能再喊你一声红影哥哥。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呀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弄了我一上午了，把我弄成这样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告诉你别乱动，别乱动！你这样乱动，我们怎么给你穿衣服啊？我以前都是伺候别人的，你们现在把我伺候成这样，我真受不了。再说你们把我弄成这样，好玩是吧？是花姨的意思，难道你敢不听？就是嘛。花姨，我说你把我折磨成这样，连我老娘都认不出来了，这以后我还怎么回家呀？对，我就是要让人家认不出你们俩来。你看，我这小宝贝儿啊，换上了女孩子衣服，多好看，多漂亮啊！
像个大姑娘似的。哎，马尚飞，啊，你那个猪脑袋给我记清楚了，以后不许叫人月小少爷，改口叫大小姐。为什么呀？你别问为什么，我给你掰开揉碎了解释，你也不懂。你省点心吧，我说怎么叫就怎么叫，照我的话去做，听见了没有？豁出去了，我再挪一把。哎呦，花姨，我不想当小姑娘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小宝贝儿，只有打扮成女人，你们才能走出去啊。再说了，做女人有什么不好啊？你们这些男人懂什么呀？行了，美女们，勇敢的走出去吧。花姨，我还是有一事不明。你不是经常说我是最有魄力、最有魅力、最富神奇色彩的龟奴吗？你看你现在把我打扮成这样，跟花姑娘似的，我那些龟奴迷要是知道了，不得跟你急啊！哎呦，这龟奴迷跑了，可以再找回来吗？你这条小命要是丢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我不愿意。不是酒，是水。我知道你一发疯就要找水洗手。怎么，不爱听了？在我练剑的时候，不希望被人打扰。我知道。原本我以为我很了解你的，甚至以为全天下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我。不过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，对你我根本不了解。尤其是那天在观音庙，看见你和那个姑娘。你跟踪我？我还听到了你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如果你怕我听到，告诉叔叔，你大可杀了我灭口。你在要挟我？要挟？叶红影，虽然我对你不了解，但是你应该清楚，我会怎么对你。你说，我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吗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只希望你对自己好一点。这话我不明白。我看得出来，那个姑娘在你心里的位置很重要。你说过你有个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，那个人就是她，对吗？你没必要知道。女人是很敏感的，你不承认吗？她也是你唯一爱过的女人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你不敢拒绝叔叔，才答应和我成亲。一直以来，你都想做个忠孝两全的人。我成全你。你没必要委屈自己。我没有委屈自己。你已经答应1年之后娶我。我知足了。冬晴姐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们两个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神机营的人都找上门来了，我怕他们两个被认出来，干脆让他们男扮女装，掩人耳目。冬晴，怎么样？那个莺莺燕燕，把他们俩带回房间去，带点首饰，擦点胭脂什么的啊。干嘛还要弄啊？让你去你就去，你还想顶嘴啊你？去，去呀！走吧走吧，别惹花姨生气了。冬晴，怎么样？我一时半会儿的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不过现在，我必须要带马尚飞和任苑离开这里。离开？
为什么要离开啊？啊？再说这天下虽大，除了醉月楼，哪里还有你们容身之处啊？可是照他所说，官府的人已经盯上我们这儿了。如果再不离开，只会给你添麻烦。是叶红影说的。哼，真是奇怪了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这条魏忠贤的走狗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？他是不是真心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现在离开这儿，不让他们抓住醉月楼的任何把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华姨，请你为大局着想。哎，你别拿这话来压我，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让你们离开的。华姨，咱们这醉月楼已经让人给盯上了，我们留在这儿，只会给你添麻烦。再说，那些官兵个个都是心狠手辣。他们心狠手辣，我也不是吃素的。放心吧，有什么呀，我来罩着你们。冬青啊，这有些话你还真好意思说出口啊？添麻烦，哼！亏我还把你当成亲妹子。华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老娘也是大腿上能跑马，胳膊上能站人的。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我都已经说了，打死我我也不会让你们走的。哼！再说了，那群官兵他们查归查，只要没有真凭实据，他能拿我怎么着？哎，还有啊，那风尘双侠不也说过，袁崇焕将军会派人来接应咱们吗？我算了算时间，也该差不多到了，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以后咱们要更加警惕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但愿如此吧。希望袁将军的13铁骑能够马上就到。来，喝口水。这南方啊，跟北方就是不一样，脑子热的都快熟了。忍一忍吧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毛躁，咱们就要进武西城了。城里到处都是官兵，咱们人生地不熟的，怎么进去？西野和朝华已经去打探了，总会有办法的。石破天，我们回来了，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快说。我画了一份地图，大家过来看一下。我勘察过了，城南和城西2处城门，5时以后正好是守卫官兵轮换交替的时候，我们就趁着戒备最松的时候混进城去。还有，我也观察过了，可以走水路。平时这里只有渔民以水路进出，守城的官兵戒备比较松。兵分3路，分头混进城去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咱们大家好好琢磨琢磨，仔细研究一下。好。13铁骑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！哎呀，干嘛喝这么急呢？别拦我，别拦我，让我喝，让我喝，让我喝死算了。你们说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又不开心了？华姨，华姨呀，她对我太无情无义了。那个胖龟奴被人打了一顿，她都亲自去替他喂药。我只不过就想让她来见我一面，陪我喝2杯酒，她死也不肯。你说我能不痛心吗？我能不痛心吗？我能不痛心吗？我痛心死了。
怎么了？撞邪了、见鬼了，还是爹死娘嫁人了？花姨，您总算是来了。您要是再不来，我和燕燕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应付吧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花姨。你不是找我来喝酒吗？来，我敬你。好，哎，我喝，我跟你喝，我要跟你天天喝，月月喝，年年喝，我要跟你喝一辈子。我喝。哎，你别这么喝，小心肝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叫我小心肝？你耳背啊？你没听见我叫你小心肝啊？哎呀！老天开眼了，老天开眼了！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被我满腔的热情和热血的胸膛所融化。你刚才叫我小心肝，我就是你的小心肝啊！我要和你坦诚相见。这男人我见多了，可是胸长成你这样的，我真没见过。那家姑娘要是看上你呀，那不是傻了就是疯了。我是疯了，我是爱你爱到疯了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，我对你狂野的爱。花姨，请接受我的爱吧，我爱你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呀？你给我识相点啊，放尊重一点。我就是再缺男人，我也不会找像你这样胸前长成这样的。你不喜欢我的人呐？可是刚才我明明听见你叫我小心肝的嘛。是，我是叫你小心肝，喝酒伤肝，所以我让你别喝那么多，小心伤了肝。啊？哦，袁崇焕的13铁骑还真的来了。骑兵9000岁，卑职还打探到了这帮反贼进城的路线。当真？好，很好。这一次，你一定要杀他一个有来无回。那卑职这就去调派人马，把这帮人一网打尽。不，立刻飞鸽传书，通知我儿红影，截杀袁崇焕手下的13铁骑。什么？可是这消息是卑职打探到的，任务理应由我去完成啊！这立功的机会又让叶红影去。本座早就说过，你们都是一家人，同样是为本座效命，办事情就不应该分什么彼此你我。况且你想，袁崇焕做下的13铁骑，说起来都是拿皇上俸禄的，这回要把他们一网打尽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受人于把柄。所以我认为，不如让叶红影暗地里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收拾了。袁崇焕，你跟我玩阴的，我就让你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来。还是9000岁想得周到。哼，那您看，让卑职我做点什么呢？哼，别忘了，你可是一方巡抚，该做些什么，还让本座来教你吗？卑职明白，卑职这就安排人在城中严加布防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漏网之鱼。很好。不过本座还有一事不甚明了，为什么袁崇焕13铁骑的一举一动，你都能够了如指掌啊？9000岁，实不相瞒，卑职安排在袁崇焕身边的那个探子，恰巧就是这13铁骑其中之一。站住！到哪儿去？走走。
哦，咱们几个是替人跑腿送货的挑夫，城里面的饭馆订了点女儿红，现在是给他们送过去。送酒？哎，对对对。把坛子打开，我看看。哎，行。您看，真香这酒啊，香吧？官爷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酒很多，东家没什么数，这瓶您就留着尝尝。有道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，好，你们走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官爷啊。哎，站住！官爷，还有事吗？你不是说没数吗？是没数。那你再来一坛。行行，来来来，官爷，叫请您的。走吧。哎，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官爷。嗯，不错。哎呀，好险呐！哎呀，赶紧走吧，快走快走走。去看看。没有，没有。奇怪，那个风尘上下知道咱们来吗？也不出来接应一下。那两个反贼不会来了。什么人？你说风尘双侠来不了了，什么意思？我的剑会告诉你。我们是进城了，不知道其他兄弟怎么样了。赶紧设法联络他们。好，走走。七爷，你看，是超华的信号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走。婆爹，看这信号，咱们赶紧过去。风城太近，外面的官兵太多了，咱们得小心点，千万别暴露了身份。这明明是超华的信号，怎么没见他们人呢？我送你和他们团聚。什么人？送你们上路的人。里面请啊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醉月楼，让手下把这个地方团团围住，不许放走一个人。好，真不错，干得好啊！陆景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
了，董清姐，出事！是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外头来了好多官兵，把醉月楼给围住了。去！快走，快走！不许出去！都滚开！小张，快出来！快走！快点！快点！不给他动！好。去死吧！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是他杀了我爷爷！我让你还我爷爷！孩子找爷爷，孩子找爷爷。是潘汝贞这个狗贼！没想到这里还有如此天险。所有人，赶紧出去！滚出来！快点滚！哎呦，我说您这位风度翩翩、玉树临风的官老爷，我这醉月楼是犯了什么事，让您这么劳师动众的？我听说东林党的余孽藏在你这醉月楼，所以我过来查看查看。东林党？您这是抬举我呢，还是开我玩笑啊？来我这醉月楼的，不是狂蜂浪蝶，就是寻芳问柳的。难道东林党的余孽反贼会跑到这儿来跟我的姑娘们谈论国家大事、密谋造反？哎呦，笑死人了！怎么可能呢？有没有你说了不算，得让我的手下查看清楚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哎，别，关老爷，我看您这个气宇轩昂、慈眉善目的，一定有一副菩萨心肠。求求您，高抬贵手，给我个面子嘛！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操持这么大的买卖也不容易。给你个面子，也行。但是我这面子是有代价的。哎呦，关老爷，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您这么大的一个官，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见过？我这里呢，最值钱的也就是我们的姑娘们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挑2个最漂亮的姑娘陪您喝2杯。这主意不错，不过不用那么费心，就让他一个人给本府跳2曲就行了。进去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放我出去！你干什么？那个坏蛋杀死爷爷，我要报仇！你听我说，行不行？我走！你敢打我！小少爷，小少爷，你还这么用力！你就是出去会连累所有的人。我恨你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小少爷。小少爷，对不起，小少爷，对不起，小少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小少爷，我求你了，原谅我吧，小少爷，我没打过你，我以后再不打你了，小少爷，我求你了啊！小少爷，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小少爷，我求你了啊！小少爷，我求你了。让我原谅你可以，那你得去杀了那个坏蛋，替我爷爷报仇。小少爷，别喊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现在的心情一样，我也现在想出去把他抓住，摁在桌上掐死他，千刀万剐了他。可是不行啊！我们现在如果一出去，我们俩也会被杀头。不光咱们俩会被杀头，醉月楼所有的人都情花意，所有你喜欢的人都会被砍死。你愿意看到他们死吗？啊！我不愿意看到冬青姐姐和华姨死，那我爷爷的仇就不报了吗？报。怎么能不报呢，宝贝儿？怎么能不报这个仇呢？你爷那句话说得好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我们不是君子，我们现在是娘子，娘子20年都不晚。我们一定要报这个仇。可是现在不能出去，咱们不能再给醉楼添麻烦了，真的不能。我求你了，别再哭，别再闹，你听我一句好不好？
我也给你跪下了，求你好不好，小少爷？张飞，你起来！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那我答应你，我乖乖的听你的话，你快起来！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。小少爷，咱们现在再出去看一看。如果冬晴、华姨他们真的有什么危险，咱们俩还得努一把，一起帮助他们，好吗？是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给大人送酒。醉月楼还有你这种货色？快走，走！好，这姑娘挑得好啊，舞姿曼妙，简直可以媲美杨贵妃的彩衣霓裳舞了嘛！关老爷，只要您看得高兴啊，欢迎您天天都到我这里来，我招待，免费招待。我是吃朝廷俸禄的，怎么可以天天来这个地方？那么多的公务谁来办呢？啊？哎呀，那您要是不能天天来也没关系，只要您一有空，我这里随时欢迎您大驾。我虽然不能天天来，但是我却想每天看到他给我跳舞。啊？您不能天天来，却想天天见到他呀？是啊。哎呦，那我可没招了。你没招，我有啊。你有？端上来。这，大人，收下吧，花姨。哟，这么多的银两要我收下，这，我不懂了。您这个是？这是我给他的赎身钱。什么？你还懂不懂什么叫尊重？亏你还是朝廷命官。这姑娘跟我谈尊重，我当然懂。哎，摆在你面前这盘亮闪闪的银两，就代表了我对你最大的尊重。你，哎呦，关老爷，你可千万别为难我们家姑娘啊！少那么多废话！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愿意也罢，不肯也罢，总之必须要跟我走。我不愿意的事情，谁也别想勉强。哦，是吗？是的，这强扭的瓜不甜的呀。这瓜甜不甜，得放进我的嘴巴里尝了以后才知道。无耻！哎，你敢骂我？这个畜生居然想占冬青小姐的便宜，绝不让他得逞。你骂得越厉害，对，我咱就想想办法。喜欢。关老爷，您就放过我们家姑娘吧。为什么？哦，是嫌我给的钱少啊？那我可以加倍的给呀。但是，你要是不肯成全我，那我就把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抓进衙门的大牢。到时候，在这栋楼子里，所有的人都别想活。你别欺人太甚！我就欺负你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啊？难道你还要连累所有的人都被我欺负吗？好啊，那来人！我跟你走。冬晴，算你识相，啊？花姨，让我跟他走吧。如今人鱼还在我们这儿，大不了我找个机会把他给杀了。娘，你别走啊！娘，你别走！哎，你乱叫什么呢你？你叫谁娘？娘？你有这么大一闺女啊？是啊，我们姑娘婚结得早，14岁就嫁人了，现在有个8岁大的女儿叫花儿。行了，谁都会有过去的，我不介意。哎，大人，走，你不介意，我介意啊。你是谁啊你？我是谁？我是他奶妈。谁？他奶妈。他奶妈？对。阿姨娘，你别走，你千万别走，你别走，地主快死了！行了，别叫了！赶紧回我不管你爹的死活，我要的是你娘。大人，
婚姻大事还是谨慎点好，要不然会后悔的。我会后悔？开玩笑，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后悔字怎么写。关老爷，你饶了我娘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哎，我可明确告诉你啊，我不想说第二次了，你休想！大小姐，干什么？这么不懂事呢？让你娘跟着老爷享享福不行吗？看他们娘俩倒霉的，他爹刚结婚生了个孩子就麻风病。麻风病？对，他爹啊？对，他爹。啊，对，我爹得了麻风病，有的时候啊，身上的肉啊，一块一块的烂得往下掉。你别听我说，走，没事，闪开，会传染的。娘，既然这位关老爷那么想带您走，您就跟他走呗，记得常回来看我啊。关老爷，就拜托您了，照顾好我娘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没说做你的后爹啊，谁说做你后爹了？走开！来人，把银两给我带回去。哎，关老爷，您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刚才您不是说要把我们这个姑娘都给定了的吗？哎呀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那刚才你怎么没说她有个这么大的闺女啊？啊？那您刚才不是自己说的吗？不知道后悔两个字怎么写？您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哎，你也没说过她嫁过人呢，而且嫁了个麻风病啊！啊，你凶手！那我说，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出来？你简直是无耻！你混蛋你！你就是个奸商！哼！哎，大人，大人。锦衣卫包围了醉月楼，冬青会不会遇上危险？官拜千户，深得义父信任，也能与反贼为伍。不行，不能去，绝不能与反贼为伍。刚才啊，还真多亏了你们俩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送走那个瘟神呐。主要得谢小少爷。哎呀，别谢我了，应该谢谢花姨呀。花姨配合的多有默契呀。我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小少爷，多亏了你们。冬晴姐姐，你以后别叫我小少爷了，就叫我人愿吧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啊，那以后啊，也别再叫我冬晴姐姐了，就直接叫我姐姐好了。嗯，好。太好了，来，喝口酒。哎好，哎好，来，我喂你啊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来，吃口菜。我喜欢你，花花。我喜欢你。好舒服！哎呀，哎呦，舒服死我了！太舒服了，舒服！哎，太舒服了！不要走嘛！不要！哼，我那个不孝的爹，骗我说要把我相公押回黑风堂，可这都日上三竿了，连我相公的影子都没看到。你看，哎呦，真全看什么呀？这人在外也不知道给我扔点衣服，这光天化日的多丢人呐！千万别碰见熟人呐！哼，一会儿让我看到，我一定让他在我娘的牌位面前罚跪3天不可。是，走。走，是我们家姑奶奶，这真是冤家路窄呀！要是被艾迪认出来，就是不死也半残呐！全让他们认出来，原来
发现我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。站住！哎，当家的，当家的。原来是宝贝女儿啊！真巧，在这儿都能遇见你们。哎呀，这天好热啊！热呀！热呀！马上就让你着凉！别嚷嚷你，给你爹留点面子嘛！你还有什么面子啊？啊，你都穿成这样了，朝廷让你脱光了衣服忧国忧民啊？老实说，是不是风流快活去了？别这么大声嚷嚷，你嚷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爹现在正在为朝廷执行一项非常秘密的任务。任务？嗨，什么任务啊？连衣服都不穿啊？听都没听过。不能说呀，这说了那就不叫秘密了嘛。那当家的，你这衣服上哪儿去了？总能告诉我们吧？我坦白告诉你们吧，我遭到了东林党的暗算，他们扒光了我的衣服，还威胁我，在1个时辰内必须让我赶回醉月楼，否则就不把衣服还给我。我的痛苦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悲哀，你们了解吗？我真的是生不如死，痛不欲生啊！但是为了朝廷，我死而无憾，我脱而无怨。没想到爹为了朝廷，竟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是啊是啊，放心吧，我现在就陪你去一趟醉月楼，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。顺便，嘿嘿，把我相公抓回来，让他当压寨相公。对，走。马上飞，马上飞，你陪我来玩捉迷藏吧。别吵，小少爷。我今天感觉不好，眼皮老跳。哪只眼睛眼皮跳啊？右眼。啊，完了完了，左跳财右跳灾，你今天肯定有倒霉的事情要发生。这个小乌鸦嘴！我怎么可能倒霉呢？我怎么可能晦气呢？知不知道我现在是谁？我现在是全城最富有传奇色彩、最有发展潜力的龟奴。说不定我要是再努一把，就可以成为名动九省的天下第一龟奴了。人月，啊，姐姐。人月，陪姐姐去大观音寺上香，我想请观音大师做主，咱们正式结为姐弟，好不好？当然好了。太好了，我也去。哎呀，你去干嘛呀？你跟我们姐弟俩又没关系。我去。哎呀，你坐下。干什么呀你？老不让我起来。冬青姑娘，让我跟你们一块去吧。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，我还可以保护你们。问。马上飞呀，马上飞！我发现你脸皮越来越厚，华姨教你的武功只能比划2下，派不上什么真用场。要是坏蛋真来了，得我和姐姐保护你才是真的。行，就算你说对了还不行吗？可是像冬青姑娘这种身份出去，身边总得有个丫鬟吧？我不像丫鬟，我像丫鬟的娘，我跟着还不行吗？好了，别啰嗦了，要想跟我们走啊，赶快收拾东西。太好了，一下子就把袁崇焕手下的13铁骑干掉了其中9人，真是开心呐！红影啊，你不愧是本座手下最得力的爱将啊！只可惜还有4条漏网之鱼。哎，为父明白，你是心急为本座除去心头大患。本座深信，几条漏网之鱼，早晚也都是你的囊中之物。如真啊，卑职在。昨夜你劳师动众，带了那么多人马，折腾了一晚上，可结果居然是徒劳无功。难道你身为江浙巡抚，就不觉得汗颜吗？骑兵9000岁，
卑职确实是忙了一个晚上，可是没有发现什么。哼，可我怎么听说有人想一掷千金，想纳醉月楼的姑娘为妾？潘大人，昨天晚上你可是够忙的啊！9千岁恕罪，卑职。算了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你食色性也，何罪之有啊？本座也不是个不懂得通情达理的人。起来吧。谢9千岁。不过，这话又说回来了。如果那些自命清高的东林党人，天天都混在那种风月场所，本座就不必再这么提心吊胆了。所以你以后就别假借公务之名，行风流快活之实了，明白吗？卑职明白。这东林党的余孽一日不除，本座便食不知味，寝之难安呐。自惭愧对庙堂社稷，无颜面见皇上啊。不过，再狡猾的狐狸，也躲不过猎犬的鼻子。红阳，看来这重责大任，还得仰仗你呀。孩儿自当尽力。启禀9千岁，卑职倒有个一石二鸟之计。既可引出东林党余孽，将其一网打尽，而且说不定还能顺藤摸瓜，找到顾县城老贼关印的下落。哦，说来听听。9千岁，您该不会忘记关押在大牢里的杨莲吧？杨宝宝，他是官居2品的左都御史，本座当然知道。在您老人家的花名册里，他可是东林叛党的首脑人物啊！那是当然。你的意思是？卑职以为，不如把叛贼杨莲压在闹市之上，当众施以酷刑。一方面可以杀鸡儆猴，告诫其他人不要与9千岁作对；另一方面，说不定还能引出更多的东林党余孽。如真所言，的确不失为一个好法子。既然如此，卑职这就安排将杨莲择日示众。且慢，9千岁。